伫咧高雄凤山经营50年的病院大东病院，本地按算讲这年底要收起来，不过只是说传出讲9月底就要提早结束。院长讲是因为假日事事拢伫咧国外，无人要倒来接，家己已经85岁啊，要好好休困，享受人生。若这病院的员工、病人因拢会安打好势，也感谢大家这50年来支持。 对院长的脚步去巡房，这是大东病院院长蔡心龙这50年来逐工拢爱做的工课。莫看伊已经85岁啊，脚骨勇健流利的程度，可能未少少年人拢对袂到。蔡心龙讲，伊知影病院要结束，大家拢唔敢，伊家己嘛是靠几落工。不过身躯边的朋友一个一个离开，再加上医疗环境的改变，伊感觉休困的时间真正够啊。不像我们那时代就是很简单啊，现在好像很竞争啊，而且靠很多的治疗方法很多啊，什么疗法一大堆啊，所以说我们也慢慢也跟不上了。病院要收起来，蔡心龙上烦恼的都是员工甲病人的安打。伫大家斗相共之下，全院107位员工、51位护理师已经相续交界去北京病院，行政人员也陆续退勤地直接。11位长期住院的病患嘛，拢安排好势。这间伫凤山在地经营50档的大东病院，无论是员工、病人也是店家，大家对这间陪伴近50档的老病院拢真唔甘。伊的病院开伫遮，其实新的行李有的是也是有，也是有，他们的病人很多都来我们这里吃牛肉面。 吃了还会回头的，你非常可惜呀、我原本也跟院长开玩笑说，你活到100岁，我虽然很高龄了，可是我愿意在你这边跟你一起做哦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卫生局讲，七八接到病院通知，年底要结束营业。病院表示，可能会提早到9月底就关门。院长讲，退休了后会先好好休困，也无计划要做啥。你收起来病院，若是有人要做，就会做互别人做其他的运用。记者郭家祖、邱朝阳、高永昌报道。